好，咁跟住嚟咧，我要介紹另外一個遊戲製作嘅學習平台，就叫 Playing Card。咁咧，Playing Card 其實係一個乜嘢嘅平台嚟嘅咧？其實佢係一個製作電子化嘅一個桌遊嘅遊戲製作嘅平台嚟嘅。好，咁一般嘅卡牌遊戲或者啲棋盤遊戲咧，都可以咧將佢電子化喺呢個平台裏邊咧係做出嚟。咁啊，同埋佢好處係咩咧？譬如話你要幾多組同學去玩呢個遊戲嘅，你只要開幾多個檔案咧，就俾翻相應嘅組別，咁就 OK 㗎啦。咁啊，除咗咧可以咧將一套完整嘅卡牌同埋棋盤嘅遊戲擺喺呢個平台裏邊啦，你亦都可以自行咧利用佢平台裏面嘅功能去製作啲小遊戲，咁咧就可能係一啲比較重點啲嘅遊戲活動啊，咁啊可以交俾佢即交俾啲同學咧就去玩咁樣啦。咁同樣啦，其實佢要製作遊戲嘅方式咧就唔會好複雜嘅，咁不過都係嗰句啦，佢功能比較多啊，咁所以咧當你要第一次用嘅時候咧，就可能比較難啲去適應啦。咁但係如果你慣咗之後咧，你製作咧其實非常非常之簡單，同埋咧佢個操作方式好直覺嘅。係啊，咁啊，亦都係啦，佢有分免費同埋收費版本嘅。咁啊，一般嚟講，免費都夠用嘅。佢唯一麻煩嘅地方就係話，因為如果係免費嘅話咧，佢就唔會俾你儲存啲你嘅檔案喺佢個平台嗰度。咁咧，你可能咧你整好之後咧，你就要去 export 個你嗰個設計好嘅嗰個嘅檔案啦。咁啊，每次用嘅時候咧 import 翻入去就 OK 㗎啦。咁如果譬如話你付咗費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將啲嘢咧儲存咗喺佢哋嗰度咁樣嘅。咁同樣地啦，我哋亦都整咗一個示範教件，咁啊可以俾你哋去體驗一下，咁呢個平台裏邊嗰個嘅玩法啦，個空間係點樣啊，同埋個操作咧係大概點樣嘅。咁你可以先停咗條片先，咁然後咧玩完之後可以再翻嚟咧繼續睇跟住來嘅內容嘅。咁其實頭先個平台嘅遊戲咧係嚟自呢個教育局，咁咧叫做生活與社會科啊，咁咧就佢咧就有一個咧資源套，咁咧係做好多唔同嘅卡牌咧，咁啊配合課題去使用嘅。咁啊呢啲卡牌咧其實原本咧就係佢印擺好晒一個 PDF 檔，你印出嚟咧將佢剪到一張張卡牌嘅話就可以去玩㗎啦。咁但係咧因為製作又耗時啦，可能咧用嘅即係呢個成本亦都唔平㗎，咁所以咧我諗下可唔可以將佢電子化咗咧？咁我就將裏邊頭先你玩嗰個叫香港經濟大檢閱，咁咧就將佢咧變咗做一個電子版本啦。咁咧一跟住咧，我哋一陣咧就可以咧按照住佢裏邊要做嘅啲嘅功夫，咁咧就教你哋點樣去將呢個遊戲咧去整出嚟。咁咧呢個資源套嘅網站咧，其實我擺咗喺個素材摘要㗎啦。咁你揾翻 click 入去咧，咁就 OK 㗎啦。咁所以我哋咧跟住嚟咧，我就會教大家首先係點樣註冊啦。咁界面各項嘅操作啦。咁另外咧遊戲框如果我哋要做呢個遊戲嘅話，個遊戲框架係點樣建立同埋設計啦。咁去整呢啲卡牌嘅時候有冇啲咩基本嘅要訣啊咁樣啦。咁最後咧整好晒啦，咁樣亦都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俾同學咁樣啦。咁所以我哋跟住來咧，就想大家咧去進入呢個平台啦。其實個平台網站咧，亦都放咗喺呢個素材摘要啊。咁你只要咧click 個超連結，咁咧就可以去到㗎啦。